講緊去到40 kT， 咁啊陣風去到50 kT， 咁結合翻就係、75公里每小時嘅持續風速㗎。咁啊，呢個係最新嘅機場預報啦，40G50，即係講緊75公里每小時嘅持續風速。咁係講緊04至09 set 啦，即係本港時間係啦，唔係 sorry 係本港時間4點至9點 sorry 係啦，更正一下先啦，係本港時間凌晨4點至凌晨9點係啦。咁由於天文台亦都講咗會喺嚟緊嘅凌晨1點至2點考慮改發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啦。咁所以我自己預計過咗係啦，去到通宵嘅時間，亦都會長期留喺一個地方，直到天文台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為止嘅。即係如果in case係上咗9號嘅話，咁但係儘管如此呢，暫時亦都仲有一啲空間可以俾自己走盞嘅。而呢一場直播亦都會去到10點15分左右，然後我就起行去呢一個尖沙咀嘅天星碼頭，再同大家做另一場嘅風力直播㗎。咁啊，亦都提翻大家啦。咁啊，暫時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，咁啊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係即將發出㗎啦，將會喺3分鐘後發出㗎啦。2分鐘後，將發8號。直播咁啊，將個直播就交翻俾阿高佢哋。咁我同時間亦都會轉場去尖沙咀嘅天星碼頭，再同大家做另一場嘅風力直播。咁啊，另外亦都見到有1300位觀眾係睇緊我哋嘅直播，咁啊，亦都多謝咁多位觀眾嘅支持。我哋目標係4萬訂閱，咁啊，亦都就嚟達到啦。係啦，見到有好多觀眾亦都講咗係會喺凌晨2點前掛9號啦。而呢一樣嘢正正天文台亦都係宣布咗考慮會發出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。咁啊，有人問我啊，烈風圈颶風圈大細邊度有得睇？咁其實最直觀嘅方法就係基本上各個氣象部門都其實有得睇嘅。而喺香港天文台裏邊亦都可以參考下船舶嗰個，即係俾船舶嗰個熱帶氣旋警告報告。至於其他呢，亦都可以參考下聯合颱風警報中心 JTWC 啦。日本氣象廳 JMA 等等嘅預報嘅預測圖亦都係有顯示到風圈嘅大細。咁啊，亦都提提大家啦，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。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係啱生效咗㗎啦。係啦，咁啊，天文台發出咗8號西北烈風或暴風信號啦，喺啱啱嘅10點10分。
家買餸真係好貴㗎。